台南市橄榄球场伫去年开了1800万进行整修，虽然外观看起来整个看台有换新的感觉，但球场的周边甚至草皮安全性，拢互到场会刊的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成员认为根本都看不出来开上千万来整修。我觉得人民会比较关心，就是我们政府把纳税钱花去哪边，那怎么做一个把关？那其实大家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场地啊，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是去年才刚花了上千万去整顿的球场。不要说草皮啦，光一个排水系统前面有做啊，后面没做，然后一个那个电箱移位置，对，因为移位置为了选手的安全移位置啊，你移完之后你那个整个店的那个地基都在那边。它那个地基距我们这个场地不到5公尺，甚至不到1公尺吧，就在场地的旁边。橄榄球是一个极限运动，球员在跑的时候，我相信运动员都知道，你的身上接触你很难刹车，如果真的撞到了，发生什么危险，这非常丢脸就算了，还会造成人员的受伤，这些我们都不想看到。上午出席会刊有民政教育委员会召集人蔡宗豪、余朱清，甲委员会成员林冠伟、周丽金、甲李启伟，另外还有在地南区的议员林美燕等，以及橄榄球委员会主委甲成员，针对球场未来维护甲管理，体育局长陈良全回应，未来会阁再甲委员会来协调。至于缺失的部分，体育局嘛会尽速来改善。比赛完了以后呢，因为刚好冬天嘛，那草皮在生长的时候会比较斑，然后又加上没有保养，然后造成很多球队在这边比赛，然后践踏，然后让那些草都已经死光光。那体育局发现这样的问题就马上跟他们讲，跟委员会讲，就说暂时体育局收回来自行管理。那这段期间，我们呢开始找厂商要来做一些像这个打洞啦，然后施肥啦，然后再来让这些草皮让起死回生。那有一些地方因为喷灌的关系没有喷到的地方，我们呢去买那塑胶管要来做。所以最近看场地已经有起死回生的这个现象，尤其现在是春天草皮生长比较快，那未来呢？我们把它整理好了以后，我们呢会提供给委员会来做认养管理。那我们呢最主要也是要让我们的选手在这边有一个好的环境来比赛来训练，这样才不会受伤。这个是体育局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我们很多的议座关心，我们体育局一定会把它做好。除了球场周边的突出物。另外，球场的排水加添沙的部分，因为有球员反映，排水加添沙拢敢若做一半。对此，体育局回应，一切依照发包的内容来施作，添沙只是做补沙，毋是顶做。至于排水的部分，因为当初有部分被减项来发包，未来体育局会阁再来编列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